阿富汗山大地震，即阵已经超过1000多人死亡，基础建设真正差，塔利班紧急来发国际救援。日本公布中国咱讲到军舰的这个动态后，第2日的时阵，两只军舰通过宜兰和日本的这外海之间，上近离苏澳只有30海里。罗西亚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拢伫咧金砖峰会话要反制裁，即阵普京嘛开始要和中国、印度合作。乡亲老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明，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每讲30分钟，和你正做国际新闻通。新闻一开始要带大家继续来关心阿富汗这个所在哦，这个规模6.1大地震，即阵造成是1000人的这个死亡，超过1500个受伤哦，个人待伫咧破遐下底。咱讲掌权的这个塔利班政府咧正式来向国际社会来救援，然后联合国秘书长就呼吁讲，这个援助啦吼，要赶紧来进行。美国和其他国家嘛表明讲愿意来协助。另外咱讲哦，其他协助的部分嘛要尽全力来提供着灾民大甲粮食的这部分，不是个咱讲这回大地震造成基础建设也好，道路拢总是断，加上最近2天拢上大雨，甚至造成土石流，严重影响救援的进度。小火车捡石头堆地条的边仔的居民伫倒去的厝，用手把石头搬走。阿富汗2日发生规模6.1的强烈地震，震央帕克蒂卡省地震的深度仅10公里，造成严重的灾情。目前也有一寡民众伫土石堆内，估计死伤人数也会升悬。有灾民一暝都失去19个亲人，面上的表情拢硬去。بكره دوی ما خوشی وی داغا درې په بلا کټاکې سره خدای نه سره 综合外国媒体报道，这个地震影响5个地区，大部分是农村甲偏远地区，厝拢是土埆厝。一个拄着地震就倒，佮加上最近2天一直落雨，佮透强风，严重影响救援。2日这场阿富汗将近20年来上严重的地震，因为原本都受到国际制裁，有经济甲粮食危机，佮加上基础建设、道路甲通信塔，拢因为地震歹去，无法度援助灾民，必须塔利班政府正式向国际社会求助。联合国甲国际救援组织已经运送10吨基本医疗用品加20个医疗团队、粮食以及紧急的避难设施进入当地救援。At least $15 million will be required immediately to respond to multi-sectoral needs. We're concerned about not just non-food items and getting people into shelters and providing medical supplies.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政府已经联络伫阿富汗活动由华府支援的人道团体提供必要的协助。南韩23表示，会提供100万美金的人道援助。联合国驻阿富汗特使表示，目前联合国伫阿富汗无法度提供疏散甲救援人力，只有土耳其会当提供援助，已经甲土耳其大使馆沟通协助救援。公司新闻陈世东编译。可能看到中共动作真正的豪华主义，日本防卫省2日就发布消息讲，中国一只驱离军舰和一只护卫军舰，2日是自伊朗东部甲日本由咱军力起码咱讲这个之间的海峡来通过，甚至距离伊朗所有这个所在只有30至40海里哦。这个动作等于是拍破最近几冬以来中国军舰拢行强国海峡的这个惯例。另外，咱讲国防部就强调讲，台海的情势拢总有掌握啦。不是个，这回咱看到日本防卫省公布范围是扩大，到专家分析日本对中国行为哪来哪有警觉心。中国一直有军事动作，最近毋但中国军机真接扰乱台湾，日本防卫省2日发布信息，有2只中国军舰2日为台湾东部甲日本伊那国岛之间的海峡通过，甚至离宜兰所澳敢若有30至40海里。根据日本的资料显示，通过的是舷号153的西安舰，甲浩感号护卫舰。这个行动嘛，拍破最近这几年中国军舰大部分为中国海峡进入西太平洋的距离。基本上，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的手段，对于台海周边的共建的动态，我们都能够有效的掌握，而且派遣这个载航舰来做一个跟监去做应处。国军表示，对附近的情势拢有掌握。这个日本公布中国军舰的动态，范围嘛扩大到真外台湾。嘛派军机军舰进行情报的收集、甲警戒任务，引起关注。专家分析，从5月份辽宁舰演训了后，日本对中国军机军舰的注意程度是一直在压悬。辽宁舰北返，他才没有在公布这些动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就是日本把中共视为一个真实而且就是越来越明确的威胁了。专家认为讲，要注意未来中共海军敢会真肃常，而且持续性伫日本、中国海峡，甚至是伫台湾东部海峡来去去，嘛无排除中国甲罗西亚的海军会搁一届来合作，伫太平洋进行相关的活动。针对这点，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智囊伊木村认为讲，应该成立印太版本的北约。 NATO, in search of its own mission, has set up its rhetoric about peace and stability in Asia Pacific, whic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really nervous about right now. 伊木村伫座谈会嘛讲到台湾，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改变台湾人对盟友整体的看法，有去意识到各方都要靠家己。前美国国务院亚太总卿苏达威是呼吁，应该重新检视台海战略模糊的政策。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来关心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国际制裁罗西亚，切断因汇款的管道哦。罗西亚总统普京即阵就用新的这个命令，用鲁布来赴外地解决债务交易的危机。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伊报道讲，韩国出席北约 NATO 峰会，美国批评是讲真正是重要的同盟关系。另外咱讲到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大罢工初步是达成薪水的这个协议，英国工会咧即阵嘛开始向头家来施压，罢工是来继续。另外看到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台湾石板被中国来禁止哦，也是显示讲台湾的经济真正是上过头依赖中国咯。另外讲到 Washington Post 报道，美国司法部门哦，新的这团票被扩大调查国会的这个暴乱案。 另外，过来关心到 COVID-19 这个疫情，虽然咱讲全球大部分的国家拢已经开始放零防疫，开始正常恢复这个生活，不是个咱讲到专家嘛发现，这个 Omicron BA.4 和 BA.5 这两款变种病毒，就算你有注疫苗，也可能会患着病。欧洲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嘛警告讲哦，这两种变种病毒可能伫今年热人会探甲真严重。 因为对抗新冠病毒，医院爱设置。根据哈佛大学贝斯以色列都技术医疗中心的资料显示，两种变异株 BA.4 甲 BA.5 对染疫过做过完整疫苗，加强针拢做过人有免疫逃脱的能力。不过，做疫苗在提供避免重症症源依然有实际保护力，药商也在研发更较新的疫苗，可能会产生更较强的免疫反应。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病毒学甲疫苗研究中心主任布鲁克表示 ，BA.1 甲 BA.2 比起来，捌感染过或者是做过疫苗人，伫拄到 BA.4 甲 BA.5 入侵的时阵，体内中和抗体水准降低3倍。专家指出，就算已经染疫过，依然有更较悬的中和感染的风险。美国疾管中心估算，18甲以上美国人口当中，有94.7%人因为做过疫苗感染过，或者是两种情形拢拄过，对新冠病毒会产生抗体。 疫情方面，美国1日资料显示，估算 BA.4 甲 BA.5 伫顶礼拜造成35%的增加的确诊数，比前一礼拜19%较侪。欧洲方面，有前一个疫情出现反弹，专家警告，即马解除防疫禁令，加强疫苗的注射率偏低情形之下，今年热天的确诊数可能升悬，有更较侪死亡出现。欧洲疾病控制预防中心表示 ，BA.4 甲 BA.5 是目前通报当中传播速度上紧的变种。 其中，葡萄牙 BA.5 确诊病例明显增加。另外，德国、法国、希腊、奥地利、甲瑞士、西班牙疫情拢小可提悬。英国也遭受这两大变异株的侵袭，确诊率是升甲真紧。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 另外，最近前一段要带大家来看，就讲这个乌克兰和罗西亚战争了后，罗西亚总统普京是头一届透过金正5国 BRICS 这个峰会倒转去到 国际这舞台。另外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透过这个峰会暗暗批评美国制裁是一支上刀，会伤到家己啦。不如个人讲，美国总统拜登后礼拜就要参加 G7 7大工业国的这个峰会，另外和这个北约 NATO 的这个峰会，咱讲对抗气味有影重。不如个咱讲到这个罗西亚甲乌克兰之间，除了军事上的这个对抗，伫咧经济甲外交方面，拢寻求其他国家的这个资源。啊，为着要支持咱讲加入欧洲联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嘛和欧洲联盟的各会员国领袖开始电话来会谈。另外，咱讲到罗西亚是为着要突破欧美的经济制裁，普京是借着这个峰会宣布要伫能源甲农产品贸易头顶和这个中国、印度来加强合作。
При этом постоянно вводятся все новые и нов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 мотивированные санкции, усиливаются механизмы давления на конкурентов. Заниматься развитием бизнеса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ям наших стран приходится в непростых условиях, когда западные партнеры пренебрегают базовыми принципами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остью част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后比一波一波的制裁行动，包括甲罗西亚为国际支付体系除名，限制罗西亚能源外销，查扣罗西亚企业海外的资产，嘛无批准罗西亚以美金、甲欧元等等的外国钱来支付外债，等于是互罗西亚走向破产。另外，甲罗西亚长期卖下立陶宛，以这项欧盟制裁令为理由，封锁罗西亚本土甲加里宁格勒物资的运输。针对这点，普丁除了指控西方国家违反国际规范，嘛持续伫经济外交的方面伸卡出手。当一日才打结束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了后，普丁透过金砖国家财政论坛机会，宣布会伫外债支付、能源甲农产品贸易，来强化甲中国、印度等等的金砖国家的合作，要来反制欧美的经济制裁。也若伫乌克兰这边，总统泽伦斯基除了强调讲，乌克兰事实上已经是北约组织的一份子，嘛则叫甲欧盟各会员国来沟通。引起外国媒体报道指出，各国对乌克兰候选会员的资格差不多拢无反对。也若伫摕到会员国的资格了后，乌克兰要正式加入，也阁有一段路爱行。所以，争做候选会员，敢若是象征性的仪式。不过，这对提升民心士气会有真大的帮助。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另外来看到美国联准会 Fed 主席 Powell 拜三伫咧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进行半冬一届这个经济证书的这个时阵，表示讲这个亚洲通膨 Fed 会继续提悬利息啦吼，但是这个升息动作不断，是按算到年底利率会来到3.4%。不过 Powell 嘛坦白讲哦，这个升利率若是升过头去，可能会引发到经济大消退。伫顶礼拜新冠利息三倍了后，联准会主席鲍尔礼拜二向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发表证书时阵表示，为了使通货膨胀恢复到2%，佮维持较强的劳动市场，要持续升关利息。We anticipate that ongoing rate increases will be appropriate. The pace of those changes will continue to depend on the incoming data and the evolving outlook for the economy. 受到俄乌战争加中国疫情封城因素影响，美国5月通货膨胀率意外升悬到8.6%，必须联准会升关利息。鲍尔伫听证会上特别承认，未来通货膨胀变数也真悬，联准会必须另外应变，也有可能一困升关4码。面对其中选举压力的两党议员，也就承认可能产生的负面冲击提出质疑。Do you agree with the perspective that if interest rates go too high, too fast, it could drive us into a recession? Of course, we're not trying to provoke and don't think that we will need to provoke a recession. But we do think it's absolutely essential that we restore price stability. 鲍尔坦别承认，硬做利率升伤紧伤悬，确实有引起经济衰退的风险。不过，压制通货膨胀也是目前赶紧爱做的代志。根据路透社调查，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预测，联准会第7月会阁升关3码，9月时阵会阁升2码。联准会顶礼拜的消息显示，美国利率到年底会来到3.4%。唔那美国，南美国家阿根廷的民众也因为通货膨胀强要制作未调，当地货车司机礼拜3要大罢工，抗议柴油欠缺继续大起，因升群加冻占领圣佩德罗公路，故意车慢慢开，致使交通严重大塞车。Estamos reclamando que nos abastezca con combustible y que nos cobren el precio que dice el surtidor. 类似的抗议活动最近也伫南韩甲欧洲地区出现，高通货膨胀现象当影响全球。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我影这个通货膨胀真正影响全球吼，过来看到 Bulgaria 政府真正这回是袂动去啊吼，因为通货膨胀实在有够严重。啊，这阵呢，国会咧拜三是通过无信任案哦，来推翻上台这6个月亲欧政府。啊 ，Bulgaria 咧这阵可能会提早来举办国会大选，未来对罗西亚这政策嘛会转向中立。巴尼干半岛的国家保加利亚陷入政治无稳定。国会拜三以政府无法度应对通货膨胀做理由，对内阁发起无信任的投票，而且以123票对116票的票数来通过，互亲欧的总理佩特科夫甲伊联合政府执政这6个月就崩盘。Това, което те не разбраха, че така не могат да спечелят българския народ. Обещаваме, че ние ще продължим в тази битка да отвоюваме държавата си. И един ден ще имаме България без задкулисие. 不算受到真大的打击，佩特科夫的态度也是大真的。
继续甲反对党来谈判。事实上，通货膨胀敢若是原因之一。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了后，佩特科夫作为四党联合政府，因为对罗西亚的态度无共款，开始袂合。包括真大比例靠罗西亚天然气甲石油的保加利亚，敢是要加入欧盟制裁的脚步。联盟内部出现真侪无共款的声音。落尾伫盟友无要阁支持，反对党趁势动员的情形之下，佩特科夫内阁成做底面的政府。И подобно сваляне, първото сваляне на правителство в демократичната история на България. 根據保加利亞的法律，佩特科夫伊新提出的內閣，若是無法度佇國會得到大多數的支持，就要佇2個月內舉辦選舉。也就是講，保加利亞佇無甲年半的時間，就要舉辦第4屆的大選。分析預估，若是改選，保加利亞原底親歐的立場可能就會改變，會向更較中央的路線來行。公視新聞，徐婉玲編譯。鏡頭來到香港哦，咱看到講，這個經過5冬的這個準備，香港咱講故宮文化博物館22是開放媒體來翕，按算在7月初2要正式開放民眾來參觀。啊，佇遮咧開幕展覽的時陣，繼續展出由北京故宮照出來914件這個展覽品哦，其中是166件屬於中國因國家一級的文物，啊是北京咱講故宮1925年成立以來規模上大、級別上懸文物出境的這個展覽。啊，特別落任咱講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伊就表示講，透過這個展出，目的竟然是要強化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在維多利亞港邊西九文化區佔地13000平方公尺、70樓高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經過5年籌備，20日舉行開幕典禮，展出由北京故宮博物院照出914件文物，其中166件是國家一級文物。這是故宮博物院在1925年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外界展品，數量之多、級別之高是從來沒有的。是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香港文化發展的支持。香港故宮的7項開幕展，為故宮為皇家宮殿到博物館的歷史加宮廷生活等題材，還有重量級亮點文物，比如北宋白繡囡仔枕、南宋畫家雕繪作品、13.5公尺長的江山萬里圖加乾隆時期的彩雲好手之金龍紋南龍包，因為愛保護文物，部分愛輪華展出定期為1個月到1年。館嘅理念係點樣樣？我都重申一次，我哋係要去推動中國文化藝術嘅傳承與傳播。特別喺香港，我哋希望係做多啲，特別俾青少年，我哋俾多啲機會佢哋去認識、欣賞我哋中國傳統文化。同一時間，我哋亦希望透過我哋嘅館去促進世界文明嘅對話。最後一擺用香港特首身份出席公開活動的林鄭月娥在致辭時表示，香港對國家歷史和民族文化教育宣傳也佫加強，希望香港故宮借助北京故宮和其他中國博物館的力量，來推動港人的身份認同。香港故宮7月初2會正式對外開放，門票是50港票，學生台票190塊。公視新聞王雅鳳報道。以上就是今日新聞世界通，感謝鄉親好評收看，我是阿邊張偉，馬仔講時間，咱再會。